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继续来开讲家乐工厂歌。煞唔知影讲落家乐，就爱搁落工厂去做苦工。介绍来到第9工厂，之前有讲过做竹椅的、做木箱的、织皮的，即马要来讲第9工厂做土水，手举土盘爬楼梯，骹步若踏唔着位，乐内摔死无所归。第10工厂洗白衫，一日就洗一大拿，自细唔听爸母骂，才着今日受苦干。朋友啊，你咧听讲国情啊，到遐工厂内底石头分遮济，照我所知未必然。啊，毋过人偏少了4、5年嘛，袂输咧介绍无共款的头路咧。讲吼，手举土盘爬楼梯，就是咧做土水，咧抹边。啊，毋过吼，骹步爱踏好哦，啊若无吼，来摔死就可怜啊。过来第10工厂，头拄我咧讲洗白衫，真辛苦，较早无用洗衫机，你着安尼落家乐做歹囝，你着爱负责洗衫，爱洗好白哦，一日搁爱洗一大拿，反悔啦，怨叹啦。爸母无面通见社会啦，啊！我著自细做歹囝啦，老爸咧甲我讲，叫我功课认真好，我毋啦。今日才流落坐家路啦。过来换讲11工厂种菜园，手举低头心着酸。爸母探学不时问，当时才通当田庄。12工厂人种菜，看见乐友泪哀哀。想要惊我问看卖，又惊看手甲咱塞。伫咧乐内举低头种菜园，低头举起来心就酸，因为前回咱有讲过，讲怨叹爱人啊无来看，规心放我做流氓，爱人啊看破嘛，你即个无路用人嘛。剩爸母来甲咱探学，安尼不时伫咧问啦，讲当时才有通加息转来咱田庄。过来换讲12工厂人咧种菜。看见乐友，就平平同学吼，实来要惊我，甲问讲吼，啊你关伫迄房吼，即2工啊好无？又惊看手甲咱塞。当然，这古早人咧偏4、5年，现代的感觉是重教化，伫乐内咧做乐境嘛，袂当起骹动手。毋过较早即个4、5年讲道具，嘛是真艺术，真感慨。